今次我哋坐 Ryanair 出發去全球第10細嘅國家，利物浦來回馬耳他機票只需要46磅。朝早5點9出發，航程約2個半鐘，10點3到達首都 Valletta。我哋直接由機場坐 Uber 去酒店，因為比起坐巴士可以快40分鐘，同埋一啲都唔貴，只需要9磅，又唔使轉嚟轉去。今次我哋住嘅酒店係喺 Salima 嘅 Londoner Hotel。雙人房連早餐每人每晚只需要28磅。歐洲嘅房間真係大好多，有好多空位可以開篋擺嘢。酒店呢排翻新過，所以非常之新淨，整體裝修帶 raw 嘅感覺，仲設有個露台仔可以坐出邊望街景或者海景。早餐食物嘅選擇都唔錯，可以拼砌出一個英式嘅早餐。3星酒店嚟講真係幾好，迎合到唔同人嘅需要。食咗呢份炒蛋腸仔煙肉多士就可以有個 good morning。可以 early check in 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呢間 The Legend 食晏，8歐一個漢堡包加薯條，可能係全 Malta 最平，因為普遍呢度一個主菜大概要12到15歐起碼，所以呢間 burger 店絕對係快靚正。酒店對面就係個碼頭，可以坐船去唔同嘅島。我哋就即刻俾3歐坐艇仔去對面嘅 Valletta。呢度轉角都係靚，每一條街都非常充滿特色，難怪有咁多電影都喺呢度取景啊！非常有懷舊嘅味道，就連 Salon 個事頭婆都有嗰個 feel。盲中中咁樣行，其實都有好多美絕嘅打卡靚位。喺呢度另外一個值得去嘅地方就係 Upper Barakah Garden。呢度每日中午12點同埋4點都有響禮炮嘅儀式進行。唔想淨係睇到人頭嘅話，就早啲嚟霸個靚位啦。其實就係咁樣一下㗎咋。不過應該橫掂都一定會經過，可以夾啱定時間咯。而且呢度個景好開揚，可以望到3姊妹城 Three Cities。我哋仲順便去咗呢一個圖書館度參觀，免費入場，但係就要喺門口登記。教大家圖書館嘅法文就係 Biblioteca。肚餓嘅話就可以試下呢個地道小食 Pasticci， 周街都有得賣呢個，只需要0.5歐。一個千層油酥入邊包住豆蓉餡或者 ricotta。甜品可食呢一間喺大街嘅 Cafe Codina 嘅 gelato。坐返船過對岸行咗陣街，晚餐食咗呢間泰國菜 One Thai Kitchen， 叫咗個 Panang Chicken Curry 同埋泰式雜菜炒豬肉配白飯。第2日參加咗個跳島1日團，團費36磅，會帶我哋去 Gozo 同埋 Comino 2個島。由 Salima 去 Gozo 嘅船程大約要1個鐘，沿途就會有啲廣播介紹下唔同嘅建築物。首先會俾個零鐘我哋自己喺 Gozo 嘅首都 Victoria 度行下，呢度都係有好多用 limestone 起嘅黃冚冚建築，同埋有條市集街等。由於係小島，所以物價就平啲。午餐去咗食 pizza， 有得坐低，服務超級好，一塊都係3歐有找。之後上返團車就會車你去一個瞭望台度影相，再上船去埋另外一個島 Comino。落船嘅位置就係喺 Blue Lagoon， 你會見到啲水有斷層式嘅藍，清到見底，跟住又有個零鐘俾你自己去探索下呢個小島。呢個島就多啲自然嘅景觀可以睇到，好似啲拱門同海蝕洞咁。要游水嘅話就係可以喺呢度啦，不過啲水都凍㗎，大概得16度，而且超級大風。我就買個菠蘿 cocktail 飲下就算啦。你睇下大風到吹到頭都甩。走嗰陣架船仲會近距離咁樣帶你入去啲 caves 嗰度睇下。夜晚就沿住條海濱長廊行，感受下寧靜，遠眺下夜晚嘅 Valletta， 着咗燈又有另外一種美感。中意行街買嘢嘅話，就可以去呢一個大商場 The Point。晚餐就推薦呢間 Kalama 小店，但係好正。可能我哋早到，開頭又包咗場，超熱氣嘅選擇，但係呢啲香口嘢又點會唔好味呢？仲要即叫即炸，新鮮自然翻尋味。英國人梗係叫咗份炸魚薯條同大嘅炸魷魚啦，記住飲埋本地馬耳他啤酒 Six 送啦。第3日我哋就坐巴士去好似南丫島嘅小漁港，我哋冇買交通卡，散買嘅2歐巴士票可以喺2個鐘內任搭。
不過咁啱嗰架巴士都好唔準時脫班，而且有時啲巴士超多人，司機會飛站唔俾你上。其實多人嘅話搭 Uber 或者 Bolt 仲抵仲快。呢個 Marcus Lock 漁村有好多呢一啲傳統嘅小漁船，色彩繽紛，拍晒喺漁港嗰度特別靚，仲見到好多漁民喺度整理漁網，仲可以行下呢度嘅市集添，買下手信同埋特色產品。嚟得呢度又點可以唔試下地中海海鮮啊？揀咗呢一間餐廳叫做 Roots， 叫咗個 Seafood Linguine 17歐，好足料，鮮味十足，有青口、蜆、小龍蝦同埋本地嘅紅蝦，只用簡單嘅橄欖油、鹽、蒜、香草等嘅調味，咁先食到海鮮原本嘅鮮味道。話就話冬天係呢度嘅淡季，其實佢個溫度同香港秋天咁樣係好舒適嘅。最後一日就朝頭早11點45分機返去利物浦，4日3夜嘅旅程好快就完結咗啦。唔知你哋睇完又想唔想嚟 Malta 玩下呢？